针对安乐死合法化议题，目前国内三大党拢伫咧讨论。民众党有咧议定安乐死公投议题，也有要来推动草案。若讲到这民进党呢，是去年就把这安乐死法草案送入去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民进党是希望讲未来会当甲民众党的版本呢并案审查。伫今仔日也招各党的立委专家学者来讨论这草案的内容。 最近，民众党有在研究安乐死公投议题嘛有议草案，国民党内也正在讨论。那民进党是去年就把安乐死法草案送入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也在28召开座谈会，就各党立委专家学者来讨论草案的内容。有医生指出，一寡患者若经济状况歹，还是精神病患者等等，可能会拄到毋是照自由意志要做安乐死的状况。根据评估制度，爱如有路甘庆经有这个需求。经济资源比较不足，社会支持系统比较缺乏，或是甚至有些精神科的病人，心理压力跟自我价值其实是很低的，没有办法去辨认这些结果的话，有可能对于这些社会的弱势会产生我们刚刚说的一些道德风险。 以民进党的草案版本，除了病人爱明确有安乐死的意愿，有经过完整的医疗咨询甲医生的诊断，确定伊袂好才通申请主动安乐死，也是由医生协助的安乐死。若针对法务部认为安乐死可能犯着刑法加工自杀罪的疑虑，有律师认为，伫咧草案内容已经有排除这款问题。第16条它其实有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按照它的法定流程来执行的这个安乐死，那其实这个是可以免除相关的民事以及刑事的法律责任。 所以，既然已经免除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其实就不会有加工自杀罪的问题。针对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卫福部是回应讲，因认为无论是社会共识，还是医界争论的医学伦理来讲，目前拢需要继续沟通。卫福部的角色仍然是要是尽量的来捍卫或维护我们民众的这个尊严善终，因此我们。 现阶段的重点仍然是在所谓的把变主法做得更好，把安宁做得更好。目前国内三大党拢有针对安乐死合法化议题在讨论。若提出安乐死法草案的民进党立委是希望未来在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会当甲民众党的版本并案审查。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